大家平安。即马是学乐，用是学乐的叫工。真古锥吼，咱甲伊一个鼓掌一下，好不好？今仔日是咱要庆祝母亲节，咱感谢上帝，互咱有一个妈妈，伊照顾咱，伊陪伴咱，伊嘛鼓励咱。今仔日是主日学学生要来服侍的主日礼拜，也望圣神来感动，互遮个细囝为细汉就知影要安怎服侍上帝，要安怎听上帝。咱即马要吟第一首的圣诗，因为唱台语对因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所以咱拢唱第一节的歌词就好。毋过真正咱咧吟诗的时阵，咱爱唱全首。好，咱来唱第一首《我做耶稣的羊羔》。是第一节的歌词第一节。来唱第二首的圣诗193首。193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这个活命的话出自圣经，也出自圣神的感动，就是互咱有赦免、有救赎、有平安、有恩赐，也有盼望的话。望咱大家拢将这活命的话拢记伫心。心。
咱即马来唱第3首的圣诗540首。主在叫咱人，咱拢知影伫黑暗中，若有光的所在，咱就会使看见。所以这首诗歌，我常常伫主日学，咱细汉的时阵，咱嘛常常咧念这首圣诗。啊，上帝嘛希望咱也做真光，来为人祈祷，为人祝福。咱唱第1节。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根情花，你是照光明，在世间有黑暗，最最人着答，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家。好，搁一遍来。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根情花，你是照光明，在世间有黑暗，最最人着答，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家。这一人一家就是每个角落吼，咱希望讲，咱拢会使成做上帝的真光的灯，啊，互上帝的福音拢会使传遍哦，伫咱世界所有的所在。好，咱即马来念上尾的圣诗第619首。咱前行伫上帝的光啊，这首诗歌是出自非洲吼的一个很有活力的诗歌啊，咱特别爱注意伊反复的记号吼。好，咱唱转首。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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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用最强，哦，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咱用最强，哦，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好，咱搁唱一遍。那拄啊，迄个圣诗伫讲，咱毋若是做真光的灯，这首诗歌嘛，甲咱讲，咱若要行伫上帝的真光中间吼，咱搁唱一遍。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咱唱最强的上帝的光，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咱用最强，哦，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咱用最强，哦，咱用最强的上帝的光。平时后路共食，大家平安。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出处命令，其大丁俘虏团伙消息，第六港下守住6个议员，以万民丁报因伊的作为，就对伊行使以手刮恶落，谈论伊一切医疗而所罪。倒回来金省是569首，569首。我做耶稣的羊羔，请去伫内金。请赵人同学带咱来祈祷。亲爱天父，阮要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疼阮，搁自一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恳求天父赦免阮伫日常生活中无细节得罪你的所在。由你的圣性争取阮，互阮同情分你，是愿袂造主耶稣，也是阮的祈祷。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入到，你的旨得食，伫对你亲自的天里，阮的一时伫咱的破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对日子，就叫阮看入你的拍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掀开圣诗后面，客英文一段一篇，客英文一段一篇，诗篇95篇。请陈木义、陈木真同学带咱参加客英。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顶，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通海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是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
做伙来吟圣诗293首，2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起立来吟。做伙来祈祷，请蔡雨辰同学带咱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手书阮圣经，记载你智慧的话语，请你帮助阮，确保你的话语，以爱读圣经，通得到智慧，明白真理，祈求救阮，互阮一生拢无离开你的道路。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免。大家来共读圣经，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请咱注意看，听林以乐、王玉琴同学来读。有人带囡仔来耶稣遮，爱伊，互因按手祝福。门徒互因接伊，耶稣看到真生气，对门徒讲：放囡仔来我遮，毋通甲因阻挡，因为上帝顾是即款人的。我实在甲恁讲，人若无亲受，囡仔安尼接受上帝顾，绝对袂当废弃。耶稣就甲因抱，还手祝福。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
国教业为起行的人，下面要请儿童主日学亲子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所要吟的诗歌是《心安连存在》。此时，请黄春生牧师讲道，题目是拍开双手来接纳。母亲节快乐！小朋友，我们也跟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说母亲节快乐。咱真感谢主日的亲子诗班带领咱来敬拜因为咱的细囝有的人可能迄个台语听无讲介好，所以等下牧师的讲道要用华语为主吼。为了预备今天的服事吼，我们要知道说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在3个多月前就开始在练诗，在预备，甚至预备读经祷告了哈。所以读经祈祷对因来讲，迄拢是爱练过。他们平常在主日学的儿童礼拜，其实他们都有预备哦，而且都是爸爸妈妈在盯着预备哦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咱今天看到这个插会哈，我们前面这个插花，这个也是
岳林老师跟一些的家长预备带小朋友去花市去回去买花回来，昨天就开始教小朋友插花。这个插花其实嘛是这种献花啦，奉献这个花，所以这个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母亲节的主日我想上帝是非常高兴看到小朋友所奉献的一切，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今天的母亲节的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母亲节不当时是一个温暖的节日，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心情会很复杂。有人会在今天非常的喜乐，因为妈妈还在身旁；也有人可能在今天的心情会有深深的怀念，因为母亲已经离开这世间，回到天家。很多人感谢母亲的爱，但是也有人想到家庭就会感到伤心遗憾。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来浪漫化这个母亲节，也不是要来塑造一个非常伟大或完美的神话，因为真实的人生其实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母爱很多时候不是完美，但是在我们疲惫的时候，他仍然看顾着我们；在不知道表达爱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停止爱我们。有一个爱尔兰的作家霍姆托宾，他写了一个小说叫做《漫长的冬日》。他描写一个妈妈跟一个离家的孩子，说这个孩子呢长大以后呢，他没有跟妈妈争吵，他长大以后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他就离家了。慢慢的，这个孩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的时间也变少了，有时候只打电话给妈妈，妈妈你吃饱没？妈妈你吃饱了吗？妈妈每天还是一样的生活，照样去买菜、煮饭、整理家里，但是家里面有一个房间，她一直都没有碰它，因为她要等待她的孩子回到家里面来。她记得她的孩子第一次学走路的时候跌倒，她记得他第一次发烧的时候，还有记得他牵着小孩子过马路的手，这些记忆一直在妈妈的心里面，只是被安安静静的藏着。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子回到家里来了，他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件，只是这个孩子刚刚好经过家里。他回到家里，妈妈也没有说什么，妈妈没有说你怎么那么久才回来，没有。妈妈也没有告诉他说你知道我等你很久吗？也没有。妈妈只问了一句话，你吃饭了吗？所以很多的时候，爱就是这样，我们不太会表达，但是那个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身旁。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马可福音，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一起来看那个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说有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要请耶稣摸他，这个摸就是按手，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就好像小朋友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或者在家里的时候，老师或是爸爸妈妈会为我们祷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要了解，当时第1世纪的犹太社会里面，那个孩子不是社会的中心。在古代的罗马帝国跟古代的犹太社会里面，孩子通常是被忽略的，因为他们没有法律地位，没有社会的权利，他们不会生产，不会贡献，也没有办法承担责任，所以他们说话怎么样，大人都不爱听。
这是2000年前的孩子容易被当成不重要的人。所以当门徒看到有人带小朋友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就怎样禁止小孩子亲近耶稣。因为在2000年前的时候，犹太的拉比或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是不准女人跟小孩子在现场。门徒也按照当时的风俗，拒绝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心里面可能想说啊，我们在帮耶稣做事情。但是耶稣所想的跟他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想，谁比较重要？一般人都会觉得有权力、有能力、有讲话的权利的人比较重要。那个弱小者通常被排斥在外面。但是耶稣有没有排斥小朋友？有没有？没有。耶稣接纳小朋友来到他的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对大人的教导。我们不要阻止小孩子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社会上哪些人很重要，但是在耶稣的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小朋友。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通常会去崇拜成功，崇拜这个竞争力，看谁做事情比较有效率，甚至认为老人、孩子、身心障碍者，或者是缓慢的人，往往被视为怎么样社会的负担。甚至在上一个世纪，德国的纳粹不只屠杀犹太人，他还屠杀了德国人，特别是杀害那一些多重障碍的孩子、卧床的老人、植物人等等。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想着，这些人没有办法为社会做出贡献，是没有必要的存在。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耶稣的眼光会怎么看呢？耶稣的眼光，他会去拥抱、接纳没有能力的人。接着我们来看，这边有一段的经文，第14节。小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生气？耶稣生气。耶稣怎么生气？你知道吗？耶稣是不是一个爱生气的人？不是哎。那耶稣在圣经里面，什么时候会生气？你知道吗？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人阻止小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有没有生气？耶稣有生气，对，耶稣有生气。还有呢，当法利赛人在压迫人的时候，耶稣会不会生气？耶稣也会生气。当圣殿变成买卖、剥削穷人的地方的时候，耶稣有没有生气？有，耶稣有生气。耶稣生气是因为人去欺负别人，去歧视别人，这时候耶稣都会生气。耶稣是不是情绪失控？不是耶，他是对那个不公义的事情、不对的事情，耶稣会生气，这个叫做义愤。所以当社会开始歧视、排斥这个弱势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样人的心就离上帝国越来越远。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莫特曼，他曾经这样讲：上帝国首先临到受苦的人，上帝国首先临到受苦的人。换句话说，上帝国不是建立在那一种非常强权的上面，而是建立在怎么样？对人有爱，对人怜悯。耶稣是说，上帝国正是这样的人的。接着我们来看看，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来到我这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这边大家可能会以为，那像说耶稣学了这个囡仔怎天真无邪？耶稣是在赞美小孩子天真无邪吗？其实不是呢，不是。耶稣真正强调的是孩子怎么样？他懂得依靠，懂得依靠。孩子知道自己需要别人，他需要有朋友，他需要有家人。
你有没有需要有朋友？有需要。你需不需要爸爸妈妈？需不需要同学？需要。对，小朋友就是这样的，需要别人这种依靠，需要依靠上帝。所以这个是看到自己非常生命的有限，我们需要去有朋友、有家人在我们的身旁陪伴着我们。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卡尔巴特，他认为人上大的罪是什么？就是抓准自己不需要上帝。人以为最大的罪是自己可以不需要上帝，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接纳孩子，是因为孩子知道他们需要爸爸妈妈，需要有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第15节，耶稣这样讲说：你们要记住，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他的子民。所以耶稣不是鼓励小孩子幼稚，而是邀请人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需要去寻求耶稣的谦卑。接着我们来看第16节。第16节这边说，耶稣抱起小孩子，一个一个摸他们，为他们祝福。这个抱起的意思是搂在怀里面，他不是只有牵着手，他是抱在胸怀里面。换句话说，耶稣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讲道理，他是用他的身体去拥抱小朋友。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经常去触摸跟拥抱小朋友。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耶稣去摸麻风病人的身体？有没有？有。还有呢，耶稣有没有去医治瞎子的眼睛，去摸他？有。所以耶稣他不仅仅抱着小朋友，他也去抱着麻风病人，去医治了这个瞎子，甚至他也让一个哭泣的女生怎么样，用她的头发去涂抹膏油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爱，去接纳一个人。上帝的爱，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是真真实实的去靠近受苦的人。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其实我们教会在立法院跟监察院附近，这附近经常有一位抗争者，我们都叫他蔡妈妈，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个空军的中士蔡学良，他在台东的靶场中弹身亡。当时军方就说，他用步枪自杀，但是这个蔡妈妈本身是学法律的，她质疑她的儿子是别人杀害的，所以她长期的去奔波，甚至请了国外的鉴定的人员来到台湾，鉴定之后说这不是步枪的子弹所伤害，而是被手枪所击发死掉的。所以蔡妈妈到今天还在追求真相，无奈很多的证据已经被销毁了。前几天我遇到她，她说她今年是她第18个失去儿子的母亲节。她告诉我，她想要召开一场记者会，我就带着她一起祷告。他说他希望国防部能够修法，为这一些的军中的冤案的证据，还没有结案的，应该要永远的保存证据。他不希望这类的事件发生，因为他认为这是他能够为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在那里，我跟他一起祷告，也一起把一个妈妈的心愿交托给上帝。我想这个就像耶稣
他去接纳许多困苦的人是一样的。今天是母亲节，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妈妈的手。其实许多母亲的手就像耶稣的手一样拥抱，它可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它可能是一个让我们知道爱我们。有些母亲一辈子都没有说过我爱你，但是妈妈有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起来帮我们盖被子。可能妈妈也不懂得心理学，但是妈妈却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可能妈妈没有读过什么样的教育，但是她却把她的一生奉献给家庭。所以现代的社会可能对母亲的期待非常高，妈妈爱工作，爱照顾家庭，有时候妈妈还被要求你的情绪要稳定，还要教育孩子，还要更加温柔。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妈妈也是人。今天的福音不是要求妈妈成为一个圣人，而是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爱是愿意靠近，愿意拥抱。在圣经里面，我们以为上帝只有天父上帝这样的形容，但是以赛亚书我们之前大人礼拜的当中，在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的时候有说，父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吗？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上帝形容自己就像妈妈一样。上帝形容自己就像妈妈一样。这个怜悯 Rahami 跟这个子宫 Raham 它其实是同样的字根。换句话说，上帝的怜悯就像妈妈的子宫怀胎的爱一样，这是一个保护，是一个深深疼惜记忆的。当耶稣拥抱孩子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心，他记得人民的伤害，他记得我们都需要被拥抱。今天的教会也需要像母亲一样，今天的教会嘛，需要亲像老母同款，去拥抱人群。所以教会的手是要推开别人吗？还是要拥抱他人？有时候我们很不小心就成为门徒。门徒是怎么样？把孩子推开，嫌孩子太吵。有时候我们会嫌老人太慢，忧郁的人很麻烦，贫穷人带来负担等等这一些，这个是推开人。但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它不是将人推开，而是拥抱人。所以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真正的基督的教会应该像母亲一样，愿意等待，愿意倾听，愿意接住跌倒的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接得住，但是不接住没关系，至少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彼此的同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成为那个拥抱人的人。今天的世界，我们缺乏这个拥抱，战争越来越多，仇恨越来越深，政治越来越撕裂，网络充满了去羞辱别人，甚至人很容易把别人给推开。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想想耶稣，耶稣的手仍然张开。小朋友，牧师问你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是打开的还是合起来的？打开的。打开的手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要拥抱我们，对不对？耶稣要拥抱我们。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他们的手打开，就像耶稣的手一样，为你们辛苦，
对不对？要赚钱给你们读书，给你们生活，那个是一个拥抱的手。耶稣打开的手，也是一个受难的手。所以十字架唔单单是一个受苦的记号，十字架的记号嘛是安怎？咱知影，这是要将咱揽起来的记号。耶稣的手是一个拥抱的记号，所以耶稣张开双手，接住痛苦的人、孤单的人。所以基督徒的使命，应该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手一样，张开拥抱。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面，这片土地就像一个沉默的母亲一样。这片土地很少可能对我们说话，但是这片土地却记得很多事情。这片土地记得过去曾经在这边发生的战争，他记得在这土地上面有白色的恐怖，他记得受压迫的人，他记得那些为民主人权努力的人。这片土地就像母亲一样，所以台湾这个土地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它承载我们，也养育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去拥抱，而不是彼此撕裂，而是要怎么样让这个土地能够成为人安心活着的地方。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我们要回到耶稣的拥抱。今天的信息很单纯，也许你今天像那个孩子，渴望被接住，渴望被耶稣拥抱；也许你今天像那个母亲，很深爱的孩子，却不知道怎么说；也许你今天像那个离家的孩子一样，很久没有回家。但是耶稣仍然要讲，让他们来到我这里，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没有谁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的手不是推开，而是张开。所以小朋友，我们要记得，耶稣的手是张开，他是张开，他不是帮我们推开。所以我们的教会也要成为一个能够拥抱人的地方，让疲惫的人能够安息，让受伤的人有尊严，让孩子有笑声，让母亲在流泪的当中仍然有盼望。愿我们都在上帝的怀抱里学习那个爱，记得我们的主，他的手永远张开。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让我今仔日看见耶稣基督的架势，知影耶稣的手永远拍开。我也恳求上帝帮助阮的教会，让阮的手亲像耶稣的手永远拍开，甚至这个拍开是定时十字架顶牺牲，那亲像妈妈、爸爸为着阮来牺牲同款，因的手拍开接纳阮，阮也恳求上帝帮助，让阮的手也拍开来接纳阮身边的人。今仔日伫母亲节的中间，阮搁一遍来献上阮的感谢，感谢妈妈为阮来拍开双手接纳阮。虽望话无济，总是你用行动来拍开来接纳。愿阮也会当成做一个拍开双手接纳需要的人，来跟对耶稣基督。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做伙来吟上，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0首，540首，拄得叫咱人写起入来吟。
坐，只是咱爬为下边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所有的妈妈，甲担当每一个人为因的身体心灵平安来祈祷。第二，为5月16、17举行的各种会考。第三，为现代社会家庭甲亲子的关系来祈祷。请咱三甲四声同心来祈祷。请有事的吴乐凯、陈曦同学做结束的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相信阮有妈妈通照顾阮，伊是为着阮的身体甲学业操烦，搁为着全家保佑，阮要为着每一位妈妈甲当每一个人。献上感恩，恳求天父看顾因的心事、肉体，拢平安，搁有满满的喜乐。5月16、17。是高中会考的日子，恳求天父愿共参加会考的哥哥姐姐，予伊的心情平静安稳，专心考试，有好的心情，通进预所，伊也会好好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虽然该改变，社会的观念改变，毋过你疼阮的心意无改变。恳求天父赐予每一个家庭，看顾家庭中一个幸福，互因彼此互相体谅，享受天父所赐的恩典，阮当。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此时咱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奉献的祈祷。请坐。下边是儿童主日学甲少年团课要表演来庆祝母亲节。
多谢伫东主任甲校园团体的表演，请郑云玲同学、王雅玲校长报告。今仔日是母亲节，阮伫遮要祝福所有的妈妈平安快乐，也恳求上帝施恩赐予每一个妈妈，也纪念遐会行做母一个人。今仔日礼拜中，中港团契赠送康乃馨的花，予每一个妈妈，甲已经结婚的女性。教会也要赠送一份礼券。今仔日礼拜中，儿童主日学带领礼拜，佮甲少年团契同献诗，祝福全体的妈妈。最后，愿上帝纪念所有的老师、同学甲家长。今年的暑期一同夜，咱对今仔日开始报名，欢迎国小学生来报名。另外，也会也需要备餐的成员、辅导、青少年来做同工。有意参加的人，请甲林世宏长老甲办公室联络。日期是7月初6到7月10號，拢总5天。时间是下早8点到下晡5点。报名请参考酒报顶悬的网址。今仔日是规定奉献主日，请大家应用奉献。接落来，请陈恒志长老报告。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流的活动。咱会使放一个投影片吧。哦，望这个活动会当望会当帮助大家对这个活动有较侪认识。譬如讲，咱是9点半伫捷运站集合，集合了后，咱就分3组来进行导览。咱中途会伫东港中学大礼堂食饭，食饭煞自由活动，会使去红毛城，还是咧坐船，吼。咱搁会使自由活动。咱去红毛城咧，咱嘛有买票，咱嘛买团体坐船的票，大家拢会使家己来决定。咱来看后一张，咱伫淡水捷运站集合了，咱看后一张，咱第一个集合的第一个。然后呢，地点是伫马街就园的所在。咱煞接要去淡水长老教会，会看礼拜堂马街怡心馆。再来咱会去看后一张，咱会去看多天龙旗故居啦吼，可以去小白宫，差不多咱11点会到东港中学，再来参观芭蕉塔、马街木园，也是讲真理大学、牛津学堂、甲马街大个所在。咱即个去的其实有一寡所在，咱其实平常是无法度到的，就讲东港中学，甲真理大学、马街所大个所在，其实平常拢无开放。咱即个有申请，所以大家会入去。咱搁即个有导览的老师，想讲杨安牧师会甲咱导领去，所以讲无去实在真可惜吼。也是讲咱看后一张，搁后一张，搁后一张，再下一张。咱看这个地图吼，为兄这担心讲行伤远，行袂叮当。咱注意看咱即个导览的所在，其实就是迄个圆块的所在。其实导览地点其实拢足近的吼，就是讲你行袂叮当，你会使休困。咱有3组嘛，第一组对袂着，咱就对后一组就好。也是讲直接去下一个景点会合嘛是会使吼。是讲真正较忝无要紧，咱中途去东港中学大礼拜堂斗阵食饭就好。像讲开车兄弟，恁会使直接坐车到东港开车东港中学，平等伊遐免钱。你行落来行到
阿嬷该一个所在，其实嘛真近吼，啊，大家拢会使看家己的状况来决定，到时要等倒一个配合就好。啊，总是甲同工讲者吼，咱看后一张。咱中昼会当，咱食饭所在食阿价啦吼，就是遐土遐明散安尼吼。后一张，有个后一张，甲同尾迄张好啊。会记报名迄当阵吼，大家会记甲你的车号甲写起就好吼。啊，咱看同尾一张，其实像旧年，咱不止啊人去，咱头180几人去，咱看同尾一张好啊。问有即个机会，大家会使大家来去参加。刷落周报的报告的部分，请大家家己看。我们来报告儿童主游的部分。今天小朋友很棒校长好感动哦。对啊，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今天是一个翻转的礼拜。今天孩子讲台语，大人牧师讲华语。感谢大家拥抱我们，好，谢谢。然后儿童主日学，我们报告一下哦。电乐结束后，我们就是大家马上集合，所有的家长集合在圣歌队席，我们一起拍照。那结束后就回到儿童主日学，我们一起拿礼物，还有康乃馨送给妈妈。刷落去，阮儿童主日有准备母亲节的祝福影片，请大家来看。
讲一句话。母亲节不快乐。快乐快乐。好，知道。好，再见。哇！好，来，可以。不叫的是让你。走。谢谢你每天帮我读书，教我功课，还帮我买喜欢的早餐，母亲节快乐。很棒。谢谢你每天照顾我，母亲节快乐。谢谢。下面请黄牧师介绍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七分秀，也是郑曼杰的朋友，请去欢迎。过来有5位吼，迄个赖世元、董仁英、张素鸾、张俊凯加姚柔安，请起立，让我们来欢迎你们。还有这个李圣贤哦，从韩国来的李圣贤，我们可以请起立，可以。过来是朱家祥跟妈妈坐进来，朱家祥，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赐福。做伙来吟上吟，唱诗619首，圣诗619首。咱向前行至上帝的光，请起立来吟诗线，请黄春生牧师祝祷。愿上帝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个弟弟，特别甲所有的妈妈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遐济别岛笔会欢迎兄弟到后边参加地饼会交期，若有需要带动的兄弟，请到雨伞骹。